同埋嗰個明星坐陣咧，可能實好似我哋投得幾多得幾多啦，最緊要幫輕到江魚有啊嘛。之前投咗7萬蚊嗰個都係交粉絲見面會同埋優先試睇嘅喎。啲歌手嘅演唱會咧，啲 fans 去到成萬蚊都會俾嘅，或者送幾百蚊禮物。就反而啲演員嘅 fans 就冇咁瘋狂。同埋我哋套戲咧都係大陸版人做主角，咁其他卡士又未定，以我哋呢個 budget 咧，最多都係打膊頭。咁就算有卡士都唔幫大家去見啦，咁所以好難搞呢個粉絲經濟。其實課金嘅唔一定要學 fans 啊，人人都可以追星，人人都可以係自己嘅 fans 啊。即係點啊？課金支持自己啊？我覺得最吸引嘅地方咧，即係自己都有份參與喺呢一套電影上面啦。好似你咁啦，你一開始寫個劇本咧，都係當工作咁樣做噶嘛。咁但係到你花多咗時間同埋心機喺入邊嘅時候，你就會當咗呢件 project 係自己私生仔咁咯。咁佢哋可以點樣參與啊？即係成日都有嘅。梗係啦。我覺得可以喺唔同嘅地方植入一啲屬於佢哋自己嘅嘢，即係例如佢可以擺啲 product 喺入邊啦，又或者可以創造一啲口頭禪擺喺套電影入邊，甚至乎我覺得可以課金去攞到個角色嘅命名權。